各位家長同學，大家好。我今日會介紹尖子數學奧林匹克訓練課程，同埋就住小學三年級第9期分享一啲題目。咁首先同同學介紹一下尖子數學奧林匹克訓練課程先啦。咁佢嘅入讀資格咧就係學生需要符合以下嘅條件，其中最少一項嘅要求。咁第一個就係喺上年度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初賽晉級賽全國總決賽獲得2等獎或者以上。咁第二項就係喺上年度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初賽晉級賽總決賽獲得銀獎或者以上。咁本課程咧旨在培養數學精英啦，令到佢哋喺各奧數比賽中獲得殊榮。探究世界各地精彩奧數比賽命題，深入研習及分析其變化，透過一連串系統化嘅訓練，令到奧數尖子咧得以盡情發揮佢哋嘅數學潛能，喺奧數比賽入邊表現咧就更見卓越啦。咁我哋亦都有頂尖奧數教練嘅陣容啦。咁我哋嘅課程係由香港大學教授領導，奧林匹克數學教練及數學專科老師編寫教材並且指導嘅。除咗了解本港數學課程之外咧，更加經常到唔同嘅地區進行學術交流，曾經訓練出多名全港第一嘅奧數尖子。而小學三年級咧有3個時段嘅，第一個時段係喺星期六嘅朝頭早11:3到晏晝12:9。第二個時段係喺星期日嘅朝頭早9:30到朝頭早11:00，然後第三個時段就係星期日嘅晏晝4:30到6:00。而上課日期咧就係，如果星期六嚟講咧就係5月17號、31號、6月14同21號。咁如果星期日就係呢一日嘅後一日啦。咁喺每一期嘅第3堂開始咧就可以報讀下一期嘅課程啦。咁課程日期因為特殊情況有機會有更改嘅，咁可以留意返網站嘅公佈啦。而喺第9期咧會教嘅課題包括有立體投影、整除性檢定法、雞套問題1、分組對抗賽。報名方法咧有2個，第一個可以親臨本會油麻地會址報名，第二個就係喺網站以電子方式付款報名。咁如果想查閲最新嘅課程時間表同埋報讀課程咧，就可以掃描呢一個 QR code 啦。跟住落嚟咧，我就喺頭先嘅4個課題入邊揀2題咧，同同學分享一下。咁而家我就分享第一題先啦。咁就已知一個6位數啦，3、4、7、9、8A 就可以俾8整除，咁即係佢係8嘅倍數啦。咁就問 A 係啲咩咁樣？咁大家首先諗下啦，8乘125咧，應該係1000嚟嘅。咁即係所有1000嘅倍數其實同時都係8嘅倍數喎。咁所以啦，3、4、7、9、8A，如果我哋將佢理解成347,000，即係347000啦，再加980A。咁前面呢個數係8嘅倍數啦。咁所以應該右邊嗰度都係8倍數嚟㗎，因為如果大家可以諗下，如果左邊係右邊唔係，咁佢一定唔係8倍數啦。咁因為佢除以8嘅時候應該會剩嗰啲嘢啦，右邊會剩嗰啲嘢啦。如果右邊唔係8倍數，咁所以啦，如果佢兩個加埋8倍數，而左邊個又係咧，咁右邊個都一定要係啦。咁所以啦，我哋就知道980A 係8倍數。咁我哋首先試下980除以8先啦。咁啊，就會揾到佢係餘4啦。咁即係話咧，大家可以諗下，其實佢就8嘅倍數剩咗4，即係可以咁諗就980粒糖啦。咁啊，分俾8個人就剩咗4粒啦。咁即係話，如果我哋攞走嗰4粒糖咧，應該可以平分俾8個人嘅。咁即係佢減4之後係8嘅倍數啦。咁所以976就會係8嘅倍數啦。咁我哋要980幾啊嘛，咁好簡單啫，我哋只要再加8，咁我依然係8嘅倍數啦。
咁所以佢個答案就係984咧，就係8嘅倍數。誒，呢個未係答案住喎，因為佢係問 A 喎。咁 A 係幾多？A 就好明顯係最尾呢個數4啦。咁所以答案就係4。然後第二題咧就係奧數入邊好常見嘅雞兔問題啦。咁佢就話雞同兔咧就喺一個籠入邊啦。咁我哋知道有8個頭，咁即係雞同兔嘅數量加埋8隻啦。咁然之後有22條腿，咁就問有幾多隻兔子咁樣。咁大家留意下雞同兔嘅腳嘅數量係唔同嘅。雞有2隻腳，兔有4隻腳嘅。咁所以啦，大家好諗下佢哋有8隻，加埋有22隻腳，咁有幾多隻兔咧？咁樣，咁我哋最簡單就畫個表啦。咁當然呢個數字細啲，可能可以直接諗到嘅。咁但係大家諗下，如果個數量再多啲咧，我哋都比較難計喎。咁所以我哋最後都係用畫表嘅方法可以揾翻佢個規律出嚟嘅。咁我哋首先雞兔，咁就計佢個腳數啦。咁我哋就逐個試咧，喺試嘅過程中揾到佢個規律嘅會。咁啊，首先我哋假設其中一個係全部都係，其餘係冇嘅，咁樣會易啲計啦。例如雞有8隻，兔係0隻，咁有幾多隻腳？好簡單啫，咁就16啦，係咪？咁然之後，如果我有7隻兔，唔係7隻雞，1隻兔咧，咁就會有18隻腳噶咯喎。咁然之後，如果我6隻雞2隻兔咧，就有20隻腳噶咯喎。咁大家都見到規律啦，應該佢每次會多咗2隻腳嘅。咁下一個應該就係個答案啦。咁啊，但係當然如果佢例如佢多啲腳咧，咁可能你就要計一計佢要幾多次啦，去即係16加幾多次2咧，就加對嗰個數啦。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就知道咧，原來咧下一個22咧，咁樣啦，應該會見到。咁所以應該會有3隻兔啦。咁最後咧，我哋尖子數學奧數訓練課程都有線上嘅影片嘅。咁佢同實體課程嘅內容係100%相同啦。咁係由經驗奧數導師錄製，詳細解釋筆記每一條嘅題目，不受時間同地點限制啦。只要同學可以上到網咧，咁就可以喺60天內咧無限次咁樣重播影片。咁如果有興趣買線上影片課程咧，咁啊記得掃描呢一個 QR code 咧，跟住就跟住網頁嘅指示咧就可以購買㗎啦。咁今日嘅分享咧就去到呢一度啦，多謝各位同學同家長嘅觀看，再見。